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Firenzo Nisi。我而家嘅 European Wellness 呢度係我第二次嘅做幹細胞治療嘅跟進。我62歲，係一個攝影師。我住咗喺離島，好感恩可以睇到呢度。我哋治療令我嘅狀況有明顯改善，特別係我長期感染骨病方面，我覺得好咗好多，成個人都精神返晒，重獲新生嘅。絕對係我需要，我對我嘅骨感染感覺好啲，而且真係有改善，特別係幹細胞治療嗰一系列，仲有嗰種能量提升都好明顯。所以係啊，做完呢個治療之後，我真係覺得精神咗好多，已經冇咩痛楚，對腳都冇再有問題。佢完全冇唔舒服，成個過程都冇痛，仲好適合自己身體添。係啊，我而家用緊 Professor Mike 建議嘅一系列補充品，對身體各個器官都好有幫助。特別係嗰啲滴劑對我視力有幫助，仲有胎盤素對我腳傷口都好有用，全部都真係令我健康改善嘅。我朝早空肚開始食幾種補充品同滴劑，夜晚瞓覺前又再食。其實好簡單，唔使花好多時間。我已經係用咗1個月至1個半月左右，滴噴劑吞服，就係咁簡單。你只係食咗嘅，同埋效果真係好明顯，好有活力嘅，唔難食嘅。產品好易食，亦都唔使花好多時間，到而家都冇咩副作用。亦都冇咩禁忌反應。我用歐洲健康中心嘅產品到而家都好好。如果要我評分，絕對係超出零售標準，一切都好好。服務真係非常一流嘅，員工都好親切又好細心。所有醫生都細心，特別係 Mike 教授、D 醫生同埋 Antonio 醫生，呢度每個人都超級好人。其實佢哋到而家都好順利，咁咩特別嘅攞到